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7月21日，甘甜的蜂蜜。歡迎收聽每日箴言，我哋一齊聽一段嘅聖經，喺詩篇嘅第119篇97至到104節。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，終日不住地思想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，使我比仇敵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師傅更通達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訓詞。我禁止我腳走一切的邪路，為要遵守你的話。我沒有偏離你的典章，因為你教訓了我。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藉着你的訓詞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惡一切的假道。我其中一個最甜蜜嘅回憶，就係講故事俾我啲仔女啦，同埋我啲孫聽。嗰啲小熊維尼嘅故事，時時都會令我咔咔聲笑，真係好有趣噶。一隻熊好中意食蜂蜜啦，嗡嗡嗡嗡嗡嗡咁樣。喺養蜜蜂之前呢，我嘅仔就同我先去上課。喺開始嘅時候呢，導師話大部分養蜜蜂嘅人嘅目的呢，都係要得到蜂蜜。呢個都係我仔同我養蜜蜂嘅主要目的啦。蜂蜜嘅甜味一路都俾人稱讚㗎。佢嘅味道會因為蜜蜂所採摘嘅品種而唔同。時都話食當地出產嘅蜂蜜呢，仲可以對抗過敏症添。詩篇119篇係聖經當中最長嘅一章啊，讓我哋品嘗神向我哋說話嘅各種嘅形式。神嘅話語呢，以律法嘅形式嚟到綻放，給予我哋生命嘅方向啦。佢又以神審判嘅形式嚟到盛開，幫助我哋去分辨對同埋錯。更加以神自己嘅見證嘅形式嚟到開花，去激勵我哋學習神嘅信實同埋真誠。神嘅話語最美麗嘅形式就係道成肉身住在我哋中間，喺呢句話語當中顯露出嚟啦。耶穌基督自己就係呢個道，係完整嘅包裝，神所有嘅應許都喺佢嘅身上應驗啦。願我哋每一個人都相信同埋愛耶穌，我哋每日都可以享用神嘅話語，就好似享用最甜美嘅蜂蜜咁樣。美麗嘅救主，宇宙嘅君王啊，求你幫助我哋喺神所說嘅一切嘅話語當中睇見你耶穌，你係率領我哋進入永生嘅嗰位，奉你嘅名祈求，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，每日箴言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